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陳翠萍中醫師。咁今日咧就係我哋要嚟分享一下，因為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多職能嘅媽媽啦。咁大家可能日常都會面對種種唔同嘅壓力啦。咁我今日就希望俾大家少少一啲養生建議，希望幫助大家可以調適身心，更加可以改善一啲生活上嘅健康。咁其中一樣咧就係大家作為一個多職能媽媽，相信大家面對最多嘅咧就係壓力。大家可能面對好多唔同壓力啦，社會嘅壓力啦，工作嘅壓力啦，經濟壓力啦，日常湊小朋友嗰種好猛整，唔知點樣調配時間嗰種壓力啦，甚至乎可能我哋聽過有啲係婆媳關係嘅壓力啦，呢種壓力咧，其實令到好多媽媽多職能媽媽，其實佢哋都面對緊就係可能佢哋會覺得好疲倦啦，壓力好大啦，情緒成日都好波動，甚至乎佢哋話我有失眠喎，失眠啦。然之後佢哋可能會有啲係月經失調啦，甚至乎佢脾胃都差嘅。咁所以希望今日俾少少建議大家。咁譬如大家覺得，我真係醫師，我壓力好大，我情緒成日都好波動。其實我哋中醫就認為咧，呢啲我哋就叫做肝鬱，亦都有少少血虛啦。肝鬱嘅表現就係大家可能情緒比較波動啦，有時覺得好容易有少少情緒低落，有啲鬱結，甚至乎有啲胸悶、脅痛。另外仲有一個血虛啦，血虛就大家可能有時覺得好似氣血不足，化極妝都面色蒼蒼白白咁，亦都有啲月經失調。好多時我哋就會建議啦，其實你都可以試一個茶飲嘅，就係一個叫做玫瑰花杞子陳皮茶。個原理就係利用玫瑰花啦，佢可以疏肝啦，又可以有少少活血嘅功能啦。杞子又可以補下肝腎啦，陳皮又可以理氣。其實呢個咧就好適合你日常擺喺公司，然之後可以每一日揾個嗰啲熱水壺，焗10零分鐘嚟飲用嘅。另外呢個其實仲有一個好嘅功能嘅，因為可能好多時有啲女性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乳腺增生。乳腺增生其實若果飲呢個茶咧都可以有幫助嘅。咁另外你話咦，唔係喎，醫師，我除咗飲之外，有冇啲穴位可以撳下？有嘅，其實咧，不過因為而家呢個鏡頭前我就唔方便動起我隻腳，咁大家可以想像我呢個係一個腳啦，咁呢個係第一腳趾，呢個係第二腳趾啦。其實一路按落去咧，啱啱有個 V 字位咧，我哋有一個叫太沖穴。咁咧，其實日常你可以按下佢。你話日頭，你話原來我喺公司午飯時間着高踭鞋嘅，你可以按下啦。甚至乎夜晚你按下，其實咧你按落去，如果你本身比較肝氣鬱結嘅咧，你按落去係非常酸軟嘅。但係呢個疏肝氣的確係好好嘅。咁另外仲有你話除咗飲嘢同埋穴位，另外我都想教下大家嘅。當然啦，我哋梗係叫你肝氣鬱結，你係睇開啲啦。咁但係除咗睇得開，我都想教你一個實用少少嘅方法。其實係一個叫加減法。加減法嘅意思咧，就係希望大家日常，你知我哋有時都好內耗㗎。你哋嘗試下將你每一日面對嘅項目，譬如邊啲嘢係特別對你嚟講係滋潤你嘅心靈嘅，特別濡養嘅。咁我哋英文叫 nourishing 啦。咁你就令到你個身心都好舒服嘅。嗰啲對你嚟講就係一個加。減嘅話就係當然就係嗰啲對你覺得好內耗、好消耗嗰啲嘅。咁對於嗰啲消耗你嘅，咁嗰啲就係一個減啦。咁當然你話我日日都有一堆減嘅，固定減嘅。咁你咪做多啲加咯。譬如我哋試過有啲朋友仔就話：喂，我最中意去做 massage 嘅，去做多啲啦。有啲可能我日常同朋友飲嘢就係一個加嘅。其實呢個就係一個純數學啦。當你做多啲加，仍然都有啲固定減咧，你嗰日就贏咗，亦都賺咗噶啦。OK， 咁呢個就係一個加減法，希望大家一啲多內耗或者比較壓力大嘅媽媽可以多啲使用啦。咁另外，由於頭先我哋都講啦，除咗壓力之外，第二樣嘢瞓得唔好啊，個人成日都好攰。咁其實瞓得唔好，成個人都好攰咧，我哋都可以建議有個茶飲嘅，就係一個酸棗仁復神茶。其實個材料就好簡單，就係酸棗仁啦、復神啦、杞子同埋龍眼肉嘅啫。咁大家可以去焗佢4-5分鐘，或者煲一煲佢先至焗都可以嘅。咁呢個茶可以令你安神啦，同埋瞓覺嘅。咁另外當然啦，我哋講緊媽媽嘛，媽媽梗係仲有一啲親子活動啦。咁你可以嘗試夜晚黑，我哋有一個叫內關穴。內關穴咧就係喺兩隻手都有嘅，喺手腕橫紋下面大概3至4隻手指位呢度，你啱啱中間呢度有個好似一個根位咧，你就按下佢，可以叫啲小朋友幫你做，好容易感覺到好少錯嘅。你撳落去覺得好冤好舒服，冤冤地，咁呢個叫內關穴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叫神門穴。神門穴咧就喺手指尾一路數落去，都係腕橫紋呢度有個凹位，凹位呢度又係按下佢，同樣地你會覺得好似
冧冧地都幾舒服嘅。咁呢個我哋其實神門穴同埋內關穴咧都可以幫助入眠嘅。OK，咁嗱，另外啦，咁我哋講完失眠啦，跟住下一個就係月經不調咯喎。咁當然，若果大家月經不調，若果大問題嘅，咁當然要去睇醫生啦，西醫或者中醫啦。咁你又唔係嘅，我日常有少少月經不調嘅，其實我成日都建議大家就係飲一個叫桑寄生蓮子蛋茶，材料一樣好簡單嘅啫，就係桑寄生啦、紅棗同埋蓮子。咁當然啦，加埋隻蛋就滑啲。點解咧？因為桑寄生其實樹脂嚟嘅啫。咁咧，你唔加隻蛋落去咧，其實你嗰個湯、你嗰個糖水係冇咁滑嘅。咁你話我真係好忙喎，連煲都冇得煲。我最建議大家就係去中式糖水鋪，一定有桑寄生蛋茶嘅。可以1個禮拜飲2次，咁其實呢樣嘢咧已經可以令你成個人咧調整翻啲氣血啊，甚至乎可以調經嘅。OK，咁另外仲有就係，喂，我好多應酬喎，因為多精量媽媽都可能要招呼下唔同嘅人啦。咁我哋有時都會介紹，喂，如果你應酬好多，食嘢都有時脾胃有啲不適咧，其實陳皮普洱一加埋，其實攞去焗下水，日常飲下一樣可以理氣同埋可以消滯，呢樣都好好嘅。咁另外頭先講完嗰陣問題啦，你話我仲係頸緊、膊痛、腰酸，一係就揾小朋友幫你按下，一係就出去我哋叫外在養生，去揾人做啲按摩嗰啲，咁樣都好好嘅。我都好強烈建議大家咧食早餐。食早餐呢個咧，真係重要事情講3次，因為食早餐咧，其實對你一日嗰個精力好緊要嘅。朝早起身食一個暖早餐，有時你話我真係唔知食乜喎，其實可以食個小米粥啦。如果真係冇辦法嘅，食件三文治，食一個暖嘅就好啲，就好過你話有啲我哋試過有啲朋友仔話我聽，我朝早飲杯凍咖啡咁樣，咁你個脾胃差咧，其實你哋係處理唔到咁多嘢，因為唔夠精力。盡量睇少啲手機，我知嘅應該要覆嘅就覆，但係盡量有啲群組咧可以覆少啲，唔好成日俾人偷咗你啲時間。如果你哋每一日都覺得嗰啲時間唔夠用嘅，同埋仲有一個我好想提大家咧，希望大家每日都有少少留白嘅時間，可能每日其實15分鐘，你咩信息都唔收，咩信息都唔放，嗰種叫留白，唔係一路淨係睇信息嗰啲就唔係留白。好似國畫咁，留一啲時間俾自己，好好照顧自己心靈，同埋因為媽媽真係一個家庭嘅支柱啦，當然爸爸都係啦，媽媽都好重要，好好照顧自己嘅健康，同埋定期做身體檢查，因為媽媽都真係一個屋企嘅幸福泉源，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照顧好自己。多謝。喺翠綠嘅竹林村住咗熊貓一家，屋企有調皮嘅細佬同埋聰明嘅家姐，仲有勤力嘅熊貓爸爸同埋細心嘅熊貓太太。呢個月熊貓一家嘅生活遇到咗金幣唔夠用嘅問題。啲金幣又用晒嚟買零食、玩具同臨審嘢，全部都唔係一定要買嘅嘢嚟嘅。咁啊，不如我哋開個家庭會議啦，搞清楚問題出咗喺邊度啊嘛。好，我哋要睇清楚啲金幣究竟點樣用晒。第2日晏晝，熊貓一家圍埋一齊開家庭會議，喺竹製嘅餐台旁邊坐低。細佬、家姐，從今日起，我哋每人都要記錄每日嘅開支，咁樣先可以快啲知道個問題喺邊度啊！哇，原來我哋日日飲珍珠奶茶已經用咗咁多金幣㗎！我塊竹製滑板好似真係有啲貴喎。記錄開支真係好重要，記得睇清楚錢花咗喺邊度，同埋諗下點樣節省開支。竹林村嘅夜晚好靜，熊貓一家喺屋企開會，開始制定預算。我哋不如試下劃分支出，分為固定開支、日常開支、一次性開支同儲蓄幾個部分嚟做家庭預算。好啊，就由我負責寫表格啦。儲蓄方面，我建議分成3份：緊急基金、未來目標基金同森林探險基金。哇，咁我哋可以去南邊嗰片大竹林度探險啦。可以啊，但我哋要達到儲蓄目標先可以去啊。幾日之後，細佬喺屋企問咗一個好有趣嘅問題。咁我哋屋企嘅金幣喺邊度嚟㗎？我係靠送貨賺取金幣，而媽媽就用竹葉織籃拎去市場賣賺金幣。咁我同家姐可唔可以一齊幫手賺金幣啊？梗係得啦！最近竹林有好多竹筍，你哋可以去村口試下賣竹筍。
熊貓細佬同埋家姐擺咗個靚靚嘅竹筍攤位，仲設計咗竹筍大減價嘅標語，吸引咗好多村民過嚟睇下啊！竹筍大減價，又新鮮又靚，快啲嚟買啊！一個金幣買10支。哇！原來賺金幣係咁有意思㗎，仲可以幫屋企儲錢添。竹林村嘅天氣好好，熊貓一家喺翠綠嘅森林裏邊享受甜美嘅竹子，佢哋終於實現咗森林探險基金嘅目標。學習家庭理財教咗我哋點樣管理金幣，仲令到屋企更加團結。係啊，呢次旅行真係甜到漏啊！咁我哋要繼續努力儲錢，做好家庭理財，期待下一次探險啦！大家好，我係 Alice， 係 Alice 媽媽新搞作嘅創辦人。今日好高興得到香港創業媽媽嘅邀請，同大家分享我嘅故事。10年前，我係一名雙職嘅媽媽，每日都過住有返工冇放工嘅繁忙生活。當小朋友啱啱入學嘅時候，我就決定轉做全職媽媽啦，全心照顧一家大細。喺家庭嘅陪伴之下，我逐漸發掘到自己嘅潛能，並踏上創業嘅旅程。作為媽媽，我首要嘅任務係照顧屋企人嘅需要，但係喺家庭同埋事業之間要做平衡都唔容易。例如，有時候喺有限嘅時間之內，我要趕製布藝手作送俾客人，同時仲要照顧住屋企人。呢啲挑戰都會令我學識咗點樣快速作出決策，同埋靈活調整時間。雖然有時候要犧牲自己嘅休息時間，但我見到兩者都能夠兼顧，我覺得非常值得。我嘅創業旅程係由疫情開始，當時口罩非常短缺，我接受社企嘅邀請，協助車縫布口罩，送俾有需要嘅人士。喺呢次經驗裏面，令我認識到自己嘅手藝可以有所貢獻，再加上朋友同埋屋企人嘅鼓勵，我就決定展開布藝手作嘅事業啦。喺創業嘅過程之中，家人俾我嘅支持係我最大嘅動力。佢哋唔單止使用我製作嘅產品，仲主動分擔家庭嘅瑣碎事務，甚至推薦我嘅產品俾身邊嘅朋友。有咁溫暖嘅支持，我更堅持自己嘅選擇，並喺挑戰中不停學習成長。喺咁繁忙嘅日子裏邊，我會抽時間做運動，食自己中意食嘅嘢，更會約下朋友傾下偈。收到客人同埋家人對我產品嘅認同，我好感動，亦都係我繼續向前行嘅動力。回顧呢段旅程，我慶幸自己勇敢踏出咗第一步，將興趣同埋技能融入喺事業當中。我想鼓勵所有創業媽媽勇敢去嘗試，無論結果係點，每一次嘗試都係發掘自己潛能嘅機會，仲會有意想不到嘅收穫。